后水里乡的新兴国小，伫校长的支持下，增加客家大古镇甲西古镇的社团。虽然敢若10个学生，但是伫专业的老师8个月指导训练之下，已经人家真有办势咯。4个男女学生分别表演人西镇正古水，配合边仔的这个古镇，看起来气势十足。这是经过8个月训练出来的成果。会很辛苦，会。那你为什么要参加？因为觉得很好玩。但一名伫新兴国小退休后，由校长甲请来做指导教练，伫伊真严格而且要求规矩的训练下，这派生的学生拢嘎嘎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